位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特別，亦都非常有意義嘅課程——天國奇兵。呢個課程係專為我哋年長嘅弟兄姊妹而設，讓到長者亦都能夠喺神國嘅事工中繼續發光發熱，活出精彩人生。呢個課程係點樣嚟㗎？其實天國奇兵係嚟自香港希福協會嘅祈年事工之一，早喺2000年嘅時候已經開始㗎喇。現任嘅負責人係何秀蘭傳道。我哋關丹長老會嘅李洪基長老喺2015年參加香港事工觀摩團嘅時候，親身參訪咗希福協會。當時嘅負責人係吳禪之傳道，向佢介紹咗呢一個課程。李長老非常感動，覺得呢個課程太寶貴，立刻就有一個感動，要將呢個課程帶返馬來西亞，祝福本地嘅長者。呢個就係天國奇兵馬來西亞旅程嘅起點。感謝主，經過李長老同埋已故嘅鍾義雄長老嘅策劃同埋努力下，第一屆天國奇兵喺關丹榮恩堂於2017年3月11日正式開課，踏出咗歷史性嘅第一步。之後呢把火繼續咁樣傳遞落去。新山區喺2022年7月1日迎來咗第一屆奇兵課程，超過咗70位學員報名參加。怡保區就喺2024年4月6號舉辦咗體驗日，感謝主嘅帶領，怡保區第一屆嘅奇兵課程喺去年嘅5月3日已經正式開課，共有約64人報名。第二屆將會喺今年嚟緊嘅7月份開課啦，歡迎大家留意報名嘅詳情，聯絡黃國雄牧師或者蔡雪芳傳道。咁天國奇兵到底係乜嘢嘢？呢個係一個專為50歲或者以上嘅基督徒設計嘅侍奉裝備課程。我哋嘅意象係要興起一班長者信徒，成為傳福音、拯救靈魂嘅精兵。我哋嘅目標有3個：第一，幫助長者建立更紮實嘅屬靈生命，為主活得更精彩；第二，鼓勵長者參與教會同埋社會嘅福音事工，活出終身服侍嘅生命榜樣；第三，營造一個輕鬆歡樂嘅學習環境，唔使考試，唔使做功課，但係有好多實踐嘅機會。課程嘅形式又係點樣㗎？我哋而家係採用1年制基礎訓練課程，每週上1次課，每次係包含簡單嘅茶點、午餐、精彩嘅教學、實戰嘅操練，比如探訪安老院、個人報道、嘉年華、短宣等。1年共有8個科目：第一，生命重整； 2，敬拜讚美； 3，禱告全方位； 4，宣教與報道； 5，院舍和場； 6，聆聽與溝通； 7，生命教育； 8，全人更新。課程嘅要求係要結業嘅，出席率要達到70%，至少完成5次嘅實習。如果要畢業嘅，出席率要達到80%，實習至少10次。咁課程嘅費用呢？每個月係只需馬幣70蚊，包括咗茶點、午餐、制服同埋講義。弟兄姊妹，年長唔係退場，而係轉場。你我都可以成為主嘅奇兵，老當益壯，
繼續奔跑天路，影響下一代。如果你係50歲以上嘅基督徒，或者你身邊有對長者事工有熱誠嘅朋友，歡迎你鼓勵佢哋報名參加天國奇兵。我哋不單止係學習，更係好好咁樣裝備自己，為神嘅國度繼續作戰。有興趣嘅弟兄姊妹，歡迎你哋聯絡黃國雄牧師或者蔡雪芳傳道，了解更多詳情。